M1 DSE 2022年嘅第10條題目啦，關我哋嘅 normal distribution 靜態分佈嘅一條長題目嚟嘅，價值14分。咁啊，先聲明呢數非常之複雜 ，OK， 非常之高難度 ，OK 嘛。咁啊，大家咧盡你嘅能力 ，OK 嘛，睇下聽得明幾多。咁如果你 aim 係攞5星嘅説話咧，咪希望個 Part C3嘅1號咧，希望大家會處理到 ，OK 嘛？咁呢個係最難㗎啦，真心 ，OK。咁啊，當然啦 ，OK。咁啊，如果你目標唔高嘅説話咧，起碼至少個 Part A、Part B 同埋 Part C 嘅可能頭2 part 咧，都應該要處理到嘅。咁當然啦，我會強烈 suggest 大家自己屋企試下做一次，諗一次啦，真係試下 ，OK 嘛？之後先再去睇咧，就係呢條嘅解卷嘅 video 咧，學翻識當中啲 concept 啦，同埋注意嘅地方。咁啊，事不宜遲啦，佢就而家有48個選手啊，係咪就然後一個 running competition 啦，咁一個跑步比賽。咁啊 in the first stage 咁啊，即係第一階段啦，係咪？佢話係啦，咁啊首輪嘅説話咧，係對48選手咧係會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 with 8個選手咧，咁啊 in 一 group OK 嘛，咁啊8、6、48啊嘛，大家咁考試嘅時候都間低咧，好防自己唔記得咗啦嚇，佢嘅6組。每組8個選手，佢就 given that the time taken by each 我嘅嘛 athlete 我嘅嘛係啦，即係每一個選手啊 ，OK 去 finish 一個 race 咧 follow 一個 normal distribution 靜態分佈啦，當中個 mean 咧就12.3 seconds 啦 ，standard deviation 就0.5 seconds 啦。嗱，玩時間。跑步比賽，大家有學過 COA 咧？如果有聽我講過 COA 咧，咁啊2012年首屆 DSE 咧第7條 paper one 咧，當時考咗條 box and whisker diagram 係咪叫佢解釋嘅時候咧，我都有講過條片，即係但凡涉及呢啲咧係咪啊？即係競技比賽咧係牽涉到時間嘅咧，其實佢有一個伏位嘅，大家其實理論上唔叫伏嘅，叫 common sense， 但係大家咧多數會諗錯咗嘅 ，OK 嘛？就係咩叫做好啲啦？OK 嘛？咩叫好啲咧？大家多數咧都係數字越大就越好噶，譬如你成績分數越高就越好噶嘛，係咪先？但係往往時間係調翻轉，大家 get 唔 get 到 ？OK， 即係如果做呢條數，你見到佢玩時間，但你底下冇 sense 到，其實佢想陰你呢樣嘢咧，其實你好易會做錯嘅。所以條數其實你記住啦，係咪咩叫越好啊？就係你個時間係越細就叫越好，你所需時間越少，咪即係你跑得越快咯。咁咪叫勁啦，係咪先？你跑第一名用嘅時間係最少噶嘛，咁希望大家咧有呢個 sense 呢個意識，喺度 assume 咗咧 the time taken 啦，OK 嘛，就係每一個選手咧係咪去完成個比賽咧都係 independent 獨立事件，咁呢個戴頭盔嘅啫，考評局。所以 A part 咧佢就話啦，翻到 public depth 咁啊有個選手啊係咪就 finish the race 啊佢話係 more than 12.1個 set 嘅，咁呢個好簡單嘅 normal distribution 嘅查表遊戲嚟嘅啫，咁啊即係一個選手要完成比賽咧係多過12.1，所以我哋嚟㗎啦。首先 A part 我哋會 let 翻個 x follow 我哋嘅 normal distribution 啦 ，mean 12.3，個 variance 就0.5嘅 square， 咁所以個 required probability 咧，即係 probability x 要大過12.1啦，之後做翻個 standardization 我哋嘅標準化啦，咁所以你會12.1減翻我哋嘅 mean， 再除翻我哋嘅 sigma 出到咧為負0.4，咁即係你個 set 值要大過負0.4，畫翻個 bell shape 嘅圖出嚟咧，咁即係你會喺左邊站得到，咁你要嘅咧就係右邊嘅面積。但係記住我哋查表咧係查呢一忽㗎，咁所以我哋而家嚟㗎啦，咁啊用翻我哋嘅計數機啦，係咪 program free 啦？咁啊唔使打負0.4㗎，打0.4得㗎啦，佢就出到咧係0.1554啦。但係我要嘅唔係呢忽啊嘛，我要嘅係加多0.5啊嘛，咁點出嘅咧？嗱，佢會出咗呢一忽先嘅，咁呢一忽咧就係0.5減佢即係白色嘅部分，然後就再一減呢嚿嘢，咁你一減呢嚿咪就係你要嘅，咪油咗顏色嘅部分咯，0.6554。咁大家咧就善用呢個計數機 program 嘅功能啦，係幫你計埋個 final answer 啦，0.6554。咁呢個咧相當簡單，呢兩分咧係人都執到㗎啦 ，OK 嗎？好啦 ，Part B 啦。咁啊 part B 就話啦 ，found the probability that at least 至少有6個選手係 more than 12.1個 set 嘅。嗱，至少6個選手 in a certain group， OK 嘛，即係某一組裏面啦 ，OK 嘛係啦。咁啊至少 OK 嘛6個選手，咁即係6個選手可以7個，可以8個啦，係咪？6、7、8 OK 嘛，咁所以即刻 send 數就係 binomial distribution 我哋嘅2項分佈。所以啦 part B 啦。個 required probability 所有概率，第一就係8個都係12.1秒以上，8個都係，咁所以0.6554嘅8次方，或者7個係，1個唔係，但係你注意喎，你要8個裡面揀1個
係唔係噶嘛？或者調翻轉8C7都得噶嘛？大家知8C7同8C1係冇分別噶嘛？即係讀 M1 冇人唔知啦，係咪？咁所以而家你買到8C1，8個裡面揀一個咧，我嘅嘛係要少過12.1，剩低7個咧就多過12.1。好啦，其次啦就8C2啦。8個裏面揀2個咧係要少過12.1，我嘅嘛有6個咧係多過12.1，你就成功出到咧就係條公式噶啦。咁我哋嚟噶啦，咁啊用翻呢個 answer 啦，咁就會係8次方啦，就再加8C1即係8啦，乘翻 answer 嘅7次方，乘翻1減 answer，再加8C2啦。就乘翻 answer 嘅6次方，就乘翻1減 answer 嘅2次方，撳機出到0.440775556，咁啊抄晒先啦，唔知有冇用噶嘛？然後咧就攞翻 4 decimal place 啦，0.4408嘅。咁啊其實去到 part B 咧都冇乜難度嘅，真心去到 part B 都冇乜難度，係咪？咁但係你可能都唔係好知咧，佢計嚟做咩？係咪嗱 ？Part A 你明啦，Part A 計嚟就係幫 Part B 啊。但 Part B 失驚無神問呢樣嘢，其實好似問嚟冇乜用啊嘛，阿 Sir 係咪先？即係唔通就係學拜攞廟莫非 OK 嘛？咁大家要記住先，咁Part B 咧可能未必咧係咪 Part C 咧可能會用到，係咪？因為有時候你做數咧，真係要諗一諗呢樣嘢㗎。好啦，Part C 係最難㗎啦，佢就話啦 ，It's given that Peter 就係 finish the race in 12.1個 second，OK 嘛 ？In a certain group 嗱。Peter exactly 就係跑咗12.1秒啦，嗱唔係亂嚟嘅，大家你見到成條數都係圍繞住12.1秒呢一個 data 去咗個研究。我想問得好簡單問題，如果 Peter 跑12.1秒，咁即係 Part A 嗰班人係勁過 Peter 定渣過 Peter？如果 more 定12.1喎，咁即係跑得耐啲啦，係咪渣過 Peter？嗱，大家開始要 get 到啦。咁即係原來樓上嗰啲人咧，係咪？你不斷研究嗰班人咧，都係渣過 Peter 嘅喎。如果真係 more than 12.1 second， 好啦 ，Part C1， 翻到 probability Peter 咧係 first 第一名，係咪？去 finish the race in his group 啦，佢嗰組嘅第一名啫。咁即係我想問啦，一組得8個人，佢又係第一名，咁即係其餘7個人都快唔過佢，咁即係其餘7個人都一定要點啊？都一定要係跑得多過12.1秒，所以但係咧呢句説話咧，你哋要 sense 到咧，阿 Peter 要做到第一名咧 ，OK 嘛？就唔關佢事。記住，阿 Peter 咧係只可以控制佢自己跑幾快，佢控制唔到佢自己第幾名嘅。大家你 get 唔 get 呢個意思啊 ？Peter 要攞第一名，你要 consider 嘅唔係 Peter 本身，係其他茄喱啡，其他茄喱啡渣過 Peter 先有資格做第一名㗎嘛，所以咧其實呢條長題目咧最難嘅地方就係咧，你要點樣去令到某樣嘢可以喺一個特定嘅 position， 即係點樣可以令到某樣嘢係喺第一名啦、第二名啦定第3名咧，係咪？呢個位置底下咧就係呢條數最大，即係最大難度嘅地方。所以而家你要啱啱好將 Peter 係咪啊拱到去第一名，咁即係其餘7個係咪啊？我嘅嘛，即係。other 7個人咧應該係要多過12.1啦，其餘7個人咧應該係要多過12.1先可以做到 Peter 咧係第一名，咁啊相當簡單啦，阿 Sir。咁所以阿 Sir 啊，咁 Peter 係跑到呢一個使唔使計破 bit 嘅咧？嗱，有學生問嘅，阿 Sir， 我使唔使考慮埋 Peter 跑到12.1嘅破 bit 咧？係唔使嘅，因為我已知咗 Peter 係12.1嘅啦，大家係 Peter 完咗嘅啦個使命，我知佢12.1嘅啦，我唔需要再計。Peter 12.1個 probability 係幾多啊？唔需要。阿 Sir 唔係喎 given that 嚟㗎嘛，阿 Sir 好中意用條件概率㗎喎。嗱，轉頭同大家講，其實如果就算用條件概率咧，都會弱咗嘅。大家重點嘅焦點係咩咧？就係另外7個人要多過12.1，咁即係將呢個 probability做個7次方俾佢，所以 Part C1 相當簡單，0.6554嘅7次方。嗱，翻返頭先嘅問題啦，需唔需要研究埋 Peter 跑到12.1嘅 probability？ 我當真係要啦，咁即係你要點計啊 ？probability 就係 Peter 咧就係12.1，係咪？就再乘翻其餘7個，多過翻個叫做12.1。但係條件概率，咁即係你要除翻個條件，個條件就係 Peter 係跑12.1，咁所以大家望唔望到係咪弱咗啦？樓上樓下，咁所以 Peter 跑12.1個 probability 重唔重要啊？唔重要，大家
係咪？我都唔知佢點樣先跑4.1㗎，我都唔識計嘅，係咪先？但係唔重要，OK 嗎？所以啦，我哋要 send 數啦，C 一 part 係咪非常簡單？就係將0.6554做個7次方俾佢咧，收工㗎啦。0.0519451556，OK 嘛？咁啊攞翻 4 decimal place 0.0519啦。好啦，去到 part C2 咧。就 Peter 要攞第3名嗱，其實咧，如果你聽得明頭先 Part C1 嘅説話咧，你不妨自己而家 pause 咗條片咧，試下做個 Part C2 啦。如果你當時唔識做，你聽頭先 Part C1 講㗎啦嘛，透過其他人去控制下 Peter 嘅 position，咁而家 Peter 嘅 position 要係第3名，咁即係有第1、第2名咧，先係肯定要，咁即係應該有2個人係要勁過 Peter 啦，有2個人係要勁過 Peter。咁何謂勁過 Peter？咪即係跑得快過 Peter 咯，係咪？咁即係個時間上應該係少過12.1啦。之後剩低嗰5個人咧就要多過12.1，get 到嘛？係嘛？2個人係咪跑得少過12.1，咁佢咪勁過 Peter 咯？然後有5個人跑得耐過12.1嘅，啱啱冇 Peter，咪就係排第3咯。get 到嘛？所以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個叫做類似 binomial 啦，就係你7個裏面你要揀2個人7C2係咪？係嗰個叫做少過12.1，咁少過12.1其實咪就係1減呢嚿嘢咯，1減翻0.6554咪就係少過12.1咯，之後剩低5個人就要多過12.1，所以都係一個好簡單嘅 binomial 嚟嘅啫。7C2，7個裏面揀2個係要少過12.1。剩低5個要多過佢，我今日循例撳下計數機啦，睇下我自己有冇撳錯啦嚇。0.6554先啦，之後7C2啦，就乘翻個叫做 answer 嘅5次方啦，就再乘翻1減 answer 嘅2次方啦。撳機0.3015655757，又明0.3016，0.3016嗱，明晒啦，咁啊，終於去到 C2 part 都做完啦。咁啊，如果你 aim 係到 level 4嘅咧，其實已經好勁㗎啦，做到個叫做C2 part。咁就我哋打大佬咯喎，大家咁啊睇一睇 C3 part 究竟發生什麼事啦。嗱 C3 part 就話啦，Among OK 嘛，即係嗰48個選手裏面啦，原來得16個咧係可以晉級去到 next stage 係嘛，即係第2階段 OK 嘛。咁啊點樣晉級先 OK 嘛？好簡單，首先每一組嘅頭2名，每一組頭2名都會晉級。嗱，大家諗清楚先。而家 total 有6組，有6組，每組都係第1、第2名㗎啦。咁即係 total 有12個人，有12個人係可以進到級㗎啦。因為你每組嘅頭2名啦嘛，咁你有6組㗎嘛，佢6、1、12，咁之後12個人晉級。咁但係有16個位喎，咁即係剩翻4個位啦。嗰4個位點揀啊？佢就話啦，咁有6組㗎嘛，有6組，咁即係自然就有6個第3名㗎啦。get 唔 get 到？我嘅嘛，你做得有6組，咁即係6個第3名，我就喺6個嘅第3名裏面揀選4個最佳第3名。我嘅嘛係啦，揀翻4個最佳第3名出嚟。OK 都會可以咧，掹車邊咧係可以晉級嘅，大家 OK 嘛？咁啊即 total 16個人啦，變咗好咁啊，都明晒成個故事啦，係咪？咁啊，如果你本身係睇唔明嘅話咧，咁希望咁樣中文式解完節俾你聽之後咧，你都可以自己嘗試 pause 咗條片去挑戰一下咧個 Part C3 嘅 1啦，同埋 Part C3 嘅 2啦。OK 嘛？咁我哋一開估㗎啦。Part C3 嘅 1佢就話啦 ，given that 已知Peter 咧係第3名㗎啦，去 finish the race in his group 啦。已知 Peter 係第3名，咁即係呢個 Poppy 就擺分母，但係大家諗下喎，你個分子咧其實都有佢噶嘛，咁即係上下都係呢個 Poppy 啦。咁所以曾經有學生都有問過我嘅，點解個答案咧就冇做個除數咧？唔係要做除數嘅咩 conditional？你可以嘅，但係你發覺咧，其實樓上樓下咧係會弱咗啊！即係頭先你計到呢個數咧，0.3015655757咧，其實你樓上樓下都要乘㗎，OK嘛？咁所以你會弱咗㗎。咁所以其實咧呢個位咧就可有可無㗎啦。總之而家我簡單啲嚟講啦，我已知阿 Peter 咧係第3名㗎啦。問佢可以晉級嗱，可以晉級，即係簡單啲嚟講。佢要成為到咩咧？佢要成為到最佳第3名。咁何謂最佳第3名咧？大家嗱諗一諗啦。Peter 咧而家佢自己嗰組第3名啦，喺你黑緊㗎啦。咁 total 6組㗎嘛，咁即係剩低幾多組？係咪應該5組先？嗱，佢自己獨佔咗1組㗎啦嘛，Peter。咁即係剩低其餘5組啦，其餘5組，我當 A 組、B 組、C 組、D 組、E 組啦。
A 去到 E 啦，呢5組裏面，我唔知啲人各自係跑幾多嘅，但我淨係知一樣嘢啫。如果阿 Peter 要係最佳第三名，簡單啲咁講咧，就係其餘嗰5組裏面咧 ，OK， 唔可以點啊？唔可以有即係4個人係勁過 Peter 啦。如果其嗰5組裏面有4個人係勁過 Peter，個第三名啦，我講緊個第三名係勁過 Peter，OK 嘛？咁 Peter 就拜拜噶咯，係咪先？咁問題就阿 Sir，我點知啊？嗱，呢個係真係最難㗎，真心。我點知其他人嗰啲第三名啊？好啦，頭先見到我哋曾經講一句説話，就係你要望下樓上究竟有啲乜嘢係你好似計完之後就冇再用過佢咧？諗到未啊？大家諗到未啊？冇錯啦，就係你嘅 Part B 啦，大家。Part B 咧，考評局特登叫你計啲乜嘢咧？翻到 Part B 至少6個選手係多過12.1。嗱，大家即刻諗一諗先，用中文。我當而家有一組人有6個或以上跑得耐過12.1。嗱，一組得8個啫，大家知道。如果6個選手係多過12.1咧，即係有2個少過12.1啦。OK， 有2個少過啦。咁即係呢一組啊嘅第三名啊，就已經多過12.1啦。咁即係呢一組嘅第三名一定廢過 Peter 啦。嗱，我講一次啊，如果嗰組人有最少6個係多過12.1嘅需要時間，咁即係佢有2個啦，係會少過12.1啦。咁即係佢嘅第三名一定係呢度其中一個啦，佢嘅第三名，咁即係肯定多過12.1啦。咁即係呢一組產生出嚟嘅第三名一定廢過 Peter 嘅，係咪先？咁當然啦，佢話最少6個啫嘛。咁如果有7個人咧，如果有7個人係多過12.1，咁即係得1個人就係考第一名嗰個係少過12.1，咁即係嗰組嘅第二名添啊，都唔使第三名啦，第二名都廢過 Peter 啦，但都唔重要噶啦。咁即係話，如果你有能力啊，嗰一組裡面係做到呢一個效果嘅，如果嗰組人係做到呢一個 probability 嘅説話，其實嗰組人產生出嚟嘅第三名一定廢過 Peter 嘅喎 ，Peter 贏硬佢嘅喎。哦，咁我明啦，阿 Sir。如果咁樣 sense 嘅説話咧，咁即係 Peter 要晉級咧，好簡單啦。而家剩低嗰5組裡面，如果5組都係咁嘅情況，即係其他嗰5組全部都係呢個情況㗎啦。咁即係其他5組嗰個第三名啊，即係嗰5個第三名啊，都廢過 Peter 啦。咁 Peter 就係第三名之中嘅第三名啦，真係，即係第三名之中嘅最勁嗰個添啊，仲要係唔係第三名之中第三名啫嘛，係第三名之中嘅第一名啊，佢係 OK 嘛 get 到嘛？佢就係6個第三名裏邊最勁嗰個啦 Peter。如果其餘5組都係呢個情況，阿 Sir 冇咁理想嘅，凡事都可能得4組係呢個情況咧。嗱，如果4組呢個情況，咁就1組唔係啦。咁嗰組咧嘅第三名咧就勁過 Peter 噶啦，咁 Peter 咧就屈居咧就係最勁嘅第三名咧嘅第2啦。OK， 咁但都唔緊要噶，進到級咪得咯，係咪先？總之佢係頭4咪得咯，係咪個第三名？咁即係話，如果你有4組呢個情況咧，咁即係你有4個第三名咧係廢過 Peter 嘅 ，OK 嘛？咁都冇問題嘅，阿 Peter 都會晉級。如是者，如果你有3組咧，如果你有3組係呢個情況，咁即係你有3個人咧，即係3組嘅第三名咧係廢過 Peter， 係咁 Peter 就會排咗喺第3名嘅第三名啦，真係 OK 嘛？係啦嘅説話咧，佢都仲進到級。如果有2組咧，OK 嘛？咁即係暗示咧得2組人係咁情況，咁即係剩低total 5組啊，因為唔計 Peter 嘅組啊，得5組啊。如果2組嘅情況，咁即係有3組人 OK 嘛？有3組人嘅第三名都勁過 Peter 啦，咁 Peter 就會掹車邊去跌到落去第三名嘅第 number 4啦，第4啦。不過都晉級嘅，因為4個名額啊嘛，第三名有。阿 Sir。咁即係簡單啲咁講咧，就係只要我唔好咩咧，我唔好全部其餘5組都係做唔到呢樣嘢啦，或者得1組做到啦，或者得2組都得。今日所講，即係我想問啦，我唔接受咩啊？我唔接受就係其餘5組冇1組係呢個情況。如果其餘5組組都冇呢個情況咧，Peter 拜拜㗎啦應該。OK， 或者其餘5組得
一組喺呢個情況咧，咁 Peter 都拜拜㗎啦。你掹車邊點都要有兩組咧，係呢個情況 ，Peter 先可以掹車邊咧做到個叫做第四名啦，即係第三名當中嘅第四名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咁樣聽落去咧，應該用減咧，好似輕鬆啲嘅 Part C3-1，就係你一減翻咩咧？一減翻個情況，當然你見到我係冇用減嘅，我就冇用減嘅。今日咧我係真係照列嘅啫，咁但係你可以用減嘅。係啦，咁你可能會輕鬆啲嘅，但係我其實咁 confuse 咧，咁所以你叫我照舊咧，都係用加數就算啦 ，OK？ 咁但係加數還加數啦，大家 OK 嘛？咁首先咧，你見到呢個 P 咧，就係你 Part B 嘅答案啦。咁由於你要重複使用佢啦，所以你冇可能咁搞笑照抄噶嘛。所以非常重要嘅 technique 咧，就係你要叻呢個做 P 啦。好啦，咁正如我頭先所言啦，唔知大家咧有冇聽得明我頭先講咩啦？聽唔明嘅 playback 聽多幾次啊嚇。我哋重新講咗最後一次啦，就係其餘嗰五組都係咁嘅情況啦。五組都係咩咧？就係有至少6條友咧 ，OK 嘛，或以上咧 ，OK 嘛，就係跑多過12.1秒 ，OK。咁嘅説話咧，阿 Peter 咧就會一定係最佳第三名當中嘅 champion 添啊，直頭係㗎嘛，即係第三名當中嘅最勁嗰個添啦，Peter 係咪？因為其餘嗰五組嘅第三名都廢咗佢啊嘛，咁即係 Peter 咧就會晉級，或者五組裡面有4組係廢過 Peter， 一組勁過 Peter。咁啲 Peter 排喺第二度啦，係咪？第二喎，即係第二啦，即係第三名當中嘅第二啦，咁都晉級。或者五組裏面有3組係呢個情況 ，OK 嘛？有2組咧係勁過 Peter， 咁 Peter 就排第三啦 ，OK 嘛？即係第三名嘅第三啦。或者五組裏面有2組呢個情況，有3組嘅第三名勁過 Peter， 咁 Peter 就掹車邊咧就排第4啦，咁都仲進到級，所以 totally 咧4個可能性 ，OK 嘛？就係透過其他組別嘅第三名，究竟係勁過定廢過 Peter 咧，去決定 Peter 有冇得留低 ，OK 嘛？咁所以呢個位置咧都真係幾高難度，即係你考試係咪計緊時嘅情況底下考試，要諗到呢堆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嘅。咁所以2022年嘅數咧，其實真係非常之高難度嘅一條嘅 probability 啦。希望大家而家咧就學翻識個思路個諗法 ，OK 嘛？即係點樣去思考呢樣嘢 ，OK 嘛？好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再去計一計啦，就乘翻1減 answer， 再加 answer 5次，撳機出到啦，0.72976499，0.72976499，咁又明我哋嘅0.7298啦，0.7298 ，OK 嘛？嗱，打完個大佬啊，終於嗱，真心嘅，我覺得呢個真係大佬嚟㗎啦。你唔好睇落我時候，哇，好簡單啫嘛，一條式收工出答喎。係啊 ，M1 就係咁嘅 probability，一條式，但嗰條式就係最難諗出嚟㗎。好啦，冇問題嘅説話咧，去到我哋嘅 Part C3 嘅2啦。咁其實講真 ，Part C3 嘅2咧，又係考埋啲咧係嘛，即係好無聊嗰啲咧陷阱啊，就係咩意思咧？就係 Part C3 嘅1咧，就係你已知 Peter 第三名，而佢晉級。但係咧，OK Part C3 嘅2咧，就係 Peter 晉級。嗱 ，Peter 晉級其實佢有3個可能性。Case 1，Peter 攞到第一名晉級，係咪 ？Peter 攞到第一名，佢係唔需要你其他組嘅，你只要係佢自己嗰組嘅第一名，佢就晉級㗎啦。Case 2，Peter 攞到第二名，即刻晉級。Peter 攞第二名，係咪？唔需要理會其他組嘅，佢攞第二名晉級。Case 3，Peter 攞第三名晉級。阿 Sir 計咗啦 ，Part C 即係 Case 3咪計咗啦？呢個 sorry 啊，呢個係已知佢第三名，所以大家知唔知道你會漏咩啊？你頭先係話佢係第三名而晉級，即係你要同時第三名兼且晉級，一個 and 嘅關係。所以大家記住，你要將你 Part C3-1 嘅呢一個 probability， 你一定要乘翻咩啊？你要乘翻就係佢攞到第三名先，要乘埋呢個 probability， 即係一個完整嘅一個攞第三名而晉級嘅 probability。大家千祈唔好諗漏呢個思考嘅盲點。好啦，咁都係諗好晒啦。咁我哋咧，其實你發覺到咧，攞第一名咧，你咪計咗咯。攞第三名而加埋晉級咧，都計咗啦。爭乜嘢？大家爭攞第二名。所以我係你咧，我一定唔會咁心急咧去計個 required probability 嘅。我哋會計咗咩先咧？計咗第二名先。好啦，咁佢就話啦，阿 Peter 咧攞第二名喎，攞翻呢個邏輯。咁即係有一個人要點啊？少過12.1啦，有一個人要少過12.1，有6個人要多過12.1，
咁阿 Peter 就做到第2名啦，都係嗰句用其他人嘅成績去 control Peter 嘅 position 個位置。咁所以咧，我哋嘅 Part C3 嘅2咧嚟咯喎。首先計咗 Peter 咧係第2名而完成嘅比賽，咁就會7個裡面揀1個人係要少過12.1，其餘6個人都多過12.1，咁即係呢個人就勁過 Peter 啦。咁即係 Peter 就排第2啦。咁啊撳機遊戲咧都循例撳一撳啦，0.6554啦，就7C1啦，就乘翻 answer 嘅6次，乘翻1減 answer 啦，咁出到㗎啦。非常抱歉啊，呢個位置我嘅嘛係啦，咁啊7C1 answer 6次，呢個位咧唔好意思啊，要打乘好啊，唔記得咗。OK 嘛，出到㗎啦，0.19118417，OK 嘛，咁所以個 required probability 所求概率就係阿 Peter 攞第1名晉級，攞第2名晉級，攞第3名2就晉級。OK 嗱，大家都係嗰句唔好漏啊，即係呢一個深綠色。咁啊，呢一個深綠色咧，千祈唔好成漏啊！呢個咧就係紅色。OK， 呢個第1名。OK 嘛，咁當你考慮埋呢個嘅時候咧，咁啊真係最尾埋尾啦，加翻0.0519455156，再加0.3015657757乘0.72976499，出到㗎啦，0.4632，直接攞 4 decimal place 收工啦。OK 嘛，嗱，成條數嘅架構咧都真係非常複雜㗎啦，去到我哋嘅 Part C。OK 嘛，但係有一學識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如果你見到係玩時間嘅説話，記住諗清楚，越少越好定越多越好啦。其次就係點樣透過其他人嘅成績去 control 到一樣嘢嘅位置，呢個係非常重要值得學習嘅地方啦。第三 OK 嘛，就係點解有時候呢啲位置係唔需要考慮個 probability，因為你會上下約咗啦。OK， 第四啦就係 last 嘅呢啲思考嘅盲點啦，就係佢已知咗第3名做一樣嘢，同樓下就係你要第3名同時做一樣嘢咧，你唔可以承漏咗呢一個綠色嘅 probability。OK 嘛，咁大家咧記住清翻呢啲 M1 probability 嘅 concept 啦。咁啊，今條片去到呢一度。